最近，捷克军事情报局是证实讲，去年3月，副总统邵美琴去捷克拜访，去互中国外交人员军中险是出车祸。这件代志嘛引起国际的关注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是发表声明来谴责中国的政治暴力。邵美琴也头一届透过社群平台来回应讲，面对中国的非核行为，伊袂惊吓，会继续伫咧国际上为台湾发声。 副总统廖先讲说，中国冲撞失败很逊，会觉得他失言吗？听到记者提问，副总统邵美琴笑笑无做回应。不过最近捷克军事情报局证实，伊去年3月以副总统当选人身份到捷克访问时，和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来监视列车，甚至规划冲浪计划，差点造成车祸。不过中国方面是完全否认。中国外交人员向来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。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不要被台独分裂势力挑拨利用，不要无事生非、恶意炒作。 不过，这事件引发国际注意，串联多国议会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，IPEC 就发出中文、英文双语声明，表示对中方超过底线行为感觉真惊，差点构成国家恐怖主义，呼吁各国谴责中国的政治暴力。邵美琴伫8日经由社群平台感谢 IPEC 支持，并且头一摆回应指出，中共的非法行为袂互伊感觉惊吓，会继续为台湾伫国际社会来发声。 中国此等漠视国际外交规范及对人身安全的粗暴行为，以及对台湾处心积虑、变本加厉的恶劣打压，充分显露其行径极为卑劣与无所不用其极，更是受国际社会所不容。 陆委会也发布新闻稿，严正抗议，要求中方说明并且公开核实的，无想确实搁再收到电子恐吓的邮件，讲伫陆委会所在办公大楼放炸弹，若无贴下萧副总统和中共军种的新闻内容，就引发爆炸。 陆委会第一时间来报案，并且特展来安全检查了后，无发现相关可疑的物品，转而后续是交由警方来侦办处理。这种站在中共立场讲话的恐吓事件经常发生，那我们就是按照标准安全程序来处理，不让这种人造成惊慌。近年来，咱国政府元首出访过程中，常常有真侪中国侨民集合抗议甲资料，咱方掌握大部分是中国使馆来动员。涉外人士是讲，塑料甚至恐吓各国政要，已经是中国政府常常看手法，希望调查来提案谴责中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